如果大家咧中意我哋今集嘅塔羅牌基礎教學咧，咁大家記得咧 subscribe follow 我哋 like 我哋，同埋撳個鐘仔咧，就唔會錯過每一集嘅內容噶啦。Hello， 大家好啊！又到 I'm More Crystal 咧，今集同大家咧分享翻呢一啲咧塔羅牌嘅演繹方法啦。嗱，咁其實今集咧就會同大家咧去分享咧呢個咧20號嘅牌啦，咁咧就係叫做審判。嗱，可能大家咧都會覺得咧審判咧非常之抽象噶。咁咧今次咧嘅5分鐘嘅教學咧，亦都希望可以咧精簡翻一啲裏面嘅核心內容咧，去幫大家更加理解咧呢一張牌咧裏邊嘅含義嘅。咁大家唔好錯過咯，記得要聽到尾啊！好嗱，咁咧呢一張20號牌嘅審判牌咧，咁首先咧我哋要咧睇咧一樣嘢好緊要嘅審判啊嘛。嗱，其實你話審判咧唔係真係叫做審判，係啦，喺現代嘅生活嚟講咧，我哋就叫做咧當刻需要開始自我反省。嗱，咁我先講下咧，呢一張牌啦，你會見到咧有好多人咧喺個墳墓度，尤其是你面前見到咧呢度三個人啦，一個小朋友啦，一個男人啦，或者一個女人啦，其實即係講緊咧，無論任何人都好啦，咁咧你會見到佢哋咧都係大家伸開張手，即係話咧佢哋咧已經咧準備咧喺呢一個時候咧去接受咧佢嘅審判啦。OK， 亦都係非常之願意去接受嘅。好，呢個第一樣嘢。第二個 point 咧，大家有冇見到後邊呢一個好大嘅浪啊？係啦，呢一度嗱，咁其實咧，大家如果意識到咧浪咧，逢親一有大嘅浪咧，你覺得你自己避唔避到噶啦？梗係避唔到啦，啱唔啱啊？咁所以咧，呢一個嘅大浪咧，亦都代表住咧，你走唔甩噶啦。即係簡單啲嚟講咧，你係一定要接受呢一樣嘢，明唔明白啊？係啦，咁所以呢個好緊要嘅。咁我同咗大家講咗啲好關鍵嘅嘢先啦。係啦，咁天使吹號角好明顯啦，就係話，喂，我而家話俾你聽，係時候你要去醒覺啦，係時候咧你要去反省啦。OK， 去評估翻咧你過往咧你做緊嘅嘢，你面對緊嘅嘢係咪係時候咧需要咧去作出一啲叫做咧調整同埋改變咧？嗱，而且咧呢副牌咧亦都反映到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就係咧呢個時刻係一個好重要嘅時刻。係啦，如果你唔去評估你自己，你唔去反省你自己，你唔去諗過你自己過去做咗啲乜嘢，好啦，得到而家當刻呢個結果嘅話咧，其實咧對你之後嗰個未來嗰個結果同埋嗰個影響咧會比較深遠啲。嗱，所以呢個 point 咧亦都好緊要嘅，係啦。OK， 咁所以咧，大家唔好咧去忽視呢一張嘅審判牌嘅出現，係啦，佢係直頭話俾你聽，喺呢一個時候，當刻呢個時間非常之重要，你係需要咧去審視、去反省、去諗清楚，究竟你過去所做緊嘅嘢，你應該要點樣去作出一啲嘅調整啦、改變啦，你亦都係需要面對啦，你不能夠逃避咯，係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咧，我講咗好多 key points 嚟噶，咁所以咧一陣間我再同你哋去講翻咧，喺你揭到呢一張牌嘅時候，對於嗰個愛情啦，譬如你可能係問緊愛情啦，或者你問緊你嘅事業啦，甚至乎講緊你係問緊你嘅財運啊，你嘅金錢啊嘅話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關鍵位嚟嘅。咁我而家咧就開始咧就講咧，如果你係占卜嘅時候，你抽到呢一隻牌，如果你係問愛情，我不論你係問你而家係單身啦，甚至乎可能你係結咗婚啦，或者你已經係拍緊拖啦，咁即係話咧，如果你係有伴侶或者你係有對象啦吓，已經係一齊咗啦，咁咧呢一刻你同佢之間嘅關係咧，係時候咧你要作出一啲咧嘅調整啦，甚至乎去改變啦，係啦，包括你同佢之間嘅關係啦，或者會唔會你最近同佢有啲嘅摩擦啦？如果呢一啲嘅摩擦或者咧呢排大家心情唔好，大家嗌交啦，等等各樣嘢咧，你係呢一個好重要嘅時刻咧，你要去諗下
過去做咗啲乜嘢，會導致到有今日嘅結果，你哋會嗌交，你哋會點點點，係啦。然之後從呢啲嘅結果裏邊呢，你要講及翻去喺呢個重要關鍵嘅時刻，盡快去調整，甚至乎去改變你對對方嗰個行為啊、態度啊，甚至乎承諾啊等等咯。係啦，呢樣嘢非常之緊要。如果你唔去做，你唔去處理，你去逃避嘅話呢，咁其實個結果呢就會好近你噶啦。係啦，就係咁樣樣咯。係啦，即係之後翻嚟嘅結果，你係冇得再去逃避啦，你係冇得再去話諗過第二個方法點樣去挽救啊等等呢一樣嘢。所以咧，一出咗呢張牌咧，呢個講緊咧呢個時刻非常之重要。OK， 係啦。咁如果係單身嘅你，咁可能講緊你係被動嘅。咁你係咪呢個時候你要開始主動啊？你係咪呢個時候要去改變一下你認識異性嗰個方法啊，甚至乎方向啊呢啲狀況咯？咁所以其實咧，如果你好認清到呢一個嘅審判牌，點樣去解嘅話咧，你就會好清楚明確知道咧成樣嘢咧，你應該點樣去做嘅。嗱，咁咧就如果講緊咧，抽到事業啊，即係如果譬如我抽嘅時候抽到呢個審判牌，我係問緊事業嘅話咧，咁即係話咧，你而家喺呢一份工作上面咧，你咧係要諗下咧，譬如可能你係做緊一個 project， 咦呢個 project 好似呢排棘棘地，我需要可能即係好似做極都唔順，咁即係話緊俾你聽，而家當刻你要去改變，你要去審視一下，會唔會有乜嘢嘢去棘住咗你，唔能夠繼續向前行呢？嗱，呢個位係唔能夠咧忽視嘅。係啦，咁如果你係譬如 for example 你係揾工嘅吓，咁咦，咁可能你要揾一個好清晰、好明確嘅方向，因為點解啊？可能有機會你本身你揾份工嘅時候已經係有工我就揾啦，即係可能冇乜方向、冇乜目標啦。咁但係當你出咗呢副牌嘅時候，即係話緊俾你聽，喂，你要改變，你要揾翻啲新嘅目標、新嘅方向，咁你先有機會揾到工做噶噃。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你繼續咁樣等落去，可能個結果都係揾唔到嘢做嘅。係啦，即係會係呢啲位咧，要特別注意嘅地方咯。係啦，咁甚至乎可能我呢排我成日俾老細鬧，哇唔知咩事，下下咧做每一樣嘢都係唔妥當、唔對路，人哋唔滿意嘅。咁你就要諗下你自己喺個人方面你做咗啲乜嘢，你應該要去改變自己咧。你應該喺行為上面啊，你應該點樣去作出一啲嘅變化或者佢改變啊，令到人哋唔會咁唔滿意你啊等等咯。甚至乎咧，如果有啲人咧佢係情緒壓力好大啊，工作情緒壓力好大咧，可能佢嘅情緒壓力都會影響到其他人嘅，係咪先？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非常之緊要嘅，係啦。咁因為咧如果唔去改變或者唔去做出一啲少少嘅改動嘅話咧，其實咧本身一個唔好嘅結果咧，就真係會變成一個唔好嘅結果。只要你作出一啲少少嘅改變、少少嘅調整咧，可能成個結果咧已經係唔同晒嘅。係啦，咁當然啦，我哋都要睇翻喺呢一張牌裏邊，其實我隔離左右嗰啲牌個影響性會唔會都好大咧？或者我作出呢啲調整之後，我改變咗呢一樣嘢，我究竟個結果會係點嘅咧？咁講真，咁你有改變有調整，咁一定係好過你唔去改變、唔去調整而去逃避嘅。好啦，咁如果咧好似我頭先都講啦，呢一個牌，你哋唔好諗得咁抽象，因為其實有好多人咧睇呢副牌嘅時候咧，都唔知點樣解嘅，好似好抽象、好複雜，喂審判咁樣係咪先？同我嘅有乜關係咧？咁樣好啦，咁如果咧去到問財務或者問金錢上面咧，其實就非常之容易解啦。如果大家理解到我頭先所講成副牌嗰個寓意嘅話咧，咁即係話咧，你喺投資上面啊，或者係你呢一排你份工作上面，你個金錢運上面咧，可能都要經歷咧一啲嘅時間咧，可能都要維持呢個狀況嘅，係啦，咁。可能我係做跑數嘅，咁要留意翻，點解我呢排我跑唔到數呢？或者呢排跑數跑得麻麻地呢？會唔會係我用嘅方法會錯咗呢？或者我用嘅方法唔啱呢？唔正確呢？呢個咪就係喺呢個時候你要自我反省咯。如果你唔去
自我反省，你繼續用翻一條唔啱嘅路去幫自己揾錢嘅話，其實揾唔到錢嘅喎，係啦，就等於咧有啲人佢而家諗住投資啦，喂，好似唔係好掂當喎投資，係啦，咁又或者我聽人講啊乜好喎咁樣，咁但係呢個時候你係咪要去審視一下，或者做多少少功課睇下，呢一項嘅項目究竟值唔值得你去投資啦，甚至乎你已經衰啦，損手爛腳啦已經，咁我咪又要去審視下究竟我而家究竟係咪應該要轉一轉下個投資策略或者嗰個投資方向呢？咁樣，咁咧如果你能夠去改變呢一樣嘢嘅話咧，其實好明顯你嗰個財務狀況咧係一定會有幫助，甚至乎有好處嘅，係啦，甚至乎可能你喺投資方面，你會唔會有啲位你缺乏咗咧？例如我少咗喺呢一方面做功課等等各樣嘢，係啦，咁你就可以咧喺呢一個位置裏邊咧去諗下審視下啦。咁如果你審視到嘅話，咁其實就有機會咧去改變到呢一個嘅問題嘅。OK， 係啦。好，咁所以咧喺總結嚟講咧，咁其實咧我要 make 個 conclusion 俾大家啦，就係咧關於如果你真係抽到呢一副牌咧，大家記住，其實咧重點咧係話緊俾你聽，而家係呢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時刻，係啦，而你過去採取嘅任何一種嘅行動，我唔理你，包括係愛情啊、事業啊，或者喺財務上面咧，咁喺呢三方面咧都需要咧去更新啦、反思啦，同埋轉過一啲新方法同埋新方向嘅。因為過去咧你所做嘅嘢已經喺度改變緊你本身原有嗰個嘅結果，而呢啲結果咧你係逃避唔到嘅。咁問題就係話，當如果你能夠及時去改變你而家現有繼續行緊嗰個方向嘅時候咧，有機會結果真係會唔同咗，甚至乎咧呢一副牌亦都話俾你聽咧。有啲嘢咧，其實唔可以再去去睇過去，係啦，唔可以再懷緬過去啊，甚至乎咧，佢係要你咧去放棄你過去你所有嘅嘢，咁你先至會有一個叫做新嘅開始、新嘅計劃、新嘅生活、新嘅路向。咁所以咧，呢副牌亦都咧衍生咗一樣嘢咧，有啲嘢咧，嚟始終佢會嚟。你唔能夠咧去點樣講啊？去捉住佢啊，係啊，你冇得唔放棄佢，係啦。我打個比喻就好似可能你同另外一半已經分咗手，係啦。我打個比喻啊嚇，咁而你又抽到呢副牌，我可唔可以同佢復合咧？咁其實佢話翻俾你聽，好簡單，你而家已經同佢分咗手，你喺呢個時候，你咪要去識得反省自己，究竟你過去對佢所做嘅一切咯。你未來嘅日子，你應該點樣去改變？點樣行出一條新嘅路？係啦，去改變一啲嘅問題，令到你將來唔會再有同樣嘅情況出現咯。但係你話復唔復合到呢？呢副牌睇唔到佢復合到，因為呢副牌亦都係只係會睇到一樣嘢，就係話有啲嘢你改變唔到噶啦，已經發生咗就係發生咗啦。如果追到去你嘅時候，即係追到上嚟嘅時候，佢個結果已經出現咗嘅時候，你就唔可以唔放棄咯。你反而調翻轉要反省，要諗下嚟緊下一段嘅關係，你應該點樣去行，點樣去做呢？就係咁樣樣咯。咁當然啦，如果真係要問落去啊，我同佢復合嘅機會大唔大？當然就要睇翻另外一副牌出咗呢個結果會係點樣樣啦。OK， 好，咁所以今集咧就同大家咧分享住咁多先，係啦，關於呢一個20號嘅審判牌，大家如果有興趣想知多少少呢個審判牌嘅裏邊一啲嘅內容嘅話咧，大家都可以咧後台度咧再去咧問翻我嘅。好，咁多謝晒，下集再見，拜拜。